保育类的动物菱角鸟今年有2800多只创新高，和30当前比起来，数量是加倍60倍。因为这段期间，政府开上亿个经费，配合农业管制、生态政策，打造生态地，让菱角鸟安心来生态。对头到下海拢是白色，暗管后壁小看金黄啊金黄，有乌色长长的尾仔，落落的脚行伫水面，这就是菱角鸟，又搁有灵婆先祖的好名声。也毋过伫1998年，数量敢若剩50只左右，甲今年2882只的族群规模完全袂当比拟。迄当阵为着保育菱角鸟，民间团体用几啊冬的时间去研究，真无简单，才甲生态地培养出来。所以初期花了6年多，其实都很专心。我们就责任就把气体打造好。经过生态地培养，菱角鸟就超过100多只，几冬过了后，阁超过200只。也毋过伫2009年年底发生超过4000只鸟仔中毒的事件，包括85只菱角鸟。相关单位了解了后，发现是农民甲切啊浸伫农药内底，才互鸟仔去食着，所以开始辅导农民用友善的种植方式。不是只是祭出所谓的法令。那要单方面要农民配合，而是我们去同理农民的需求，那让农民也愿意自主的朝向去减药，甚至最后不用化学农药的这个方式。迄当阵的林务局除了推出关电菱角鸟保育农产品的标章，鼓励生态友善的农产品，也提出保育奖励的方案，生态地改善等等的补助，奖励保护菱角鸟的农民。30多冬来，甲民间合作，投入上亿的经费，到今总算互菱角鸟的数量超过50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